来看台北大桥头，最近有一出真特别的戏，演员伫街仔路伫民众的身躯边演出哦。这出戏该配合手机顶头的 App 设计哦，民众会使对剧情登去到1988年的大桥头。天空挂咧，手机 App 点开，照顶面的指示行，无疑误，演员出现咧身躯边。 由在地团体、剧团、加到媒体公司三个单位共同发起编写计划，透过访问社区老大人，将1988年当时的地点文化、街头势力、老百姓真实的生活故事，用实景剧场的方式呈现。透过跟社区的一些老人家、朋友们做了一些访谈，对这个地方的历史也做了一些了解，然后慢慢由导演和剧团的伙伴们共同一起。 酝酿出了这样一出街区剧场。经历改严、开放两岸探亲、蒋经国过身等等的大事件，台湾社会出现天大变化。剧团以这个时代做背景，把大桥头当作演出的舞台，和民众体验不同的剧场表演。观众。 有时候一开始会不知道这是不是演员呐、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角色啊，然后看了好几次，怎么都是同一个人，然后他就会开始认说，他是不是那个谁啊？变成街道景观的一部分，让他们可以用想象去参与在这个其中。对，因为我不是个很喜欢念历史的人，可是我对于如果能够把它用一个故事的方式呈现，让我能够去认识那个时候的一些模样，其实我会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丰富的体验。 用实景剧场的概念，搁加入科技 App 的应用，将观众、演员甲城市成做趣味的连接。透过手机的声音指示，对故事中的主角行伫大桥头的街仔路，理解过去发生的种种事件。团队嘛毋忘透过新款的街头剧场体验，和民众定个认捌这座城市。记者林小凯、杨淑晴台北报道。